警方伫咧新竹和苗栗甲界掠到一间毒品工厂，总共查到250公斤的3级毒品苗苗。这些毒品会当变做146万包的毒咖啡包，加在无走到市面上。警方来到新竹参苗栗的交界，发现这间铁厝是一间毒品工厂，现场会当闻到制作毒品的臭味。嫌犯挑工把工厂设在偏僻的所在，就是为着惊互人发现。平常的话，他们都会在一个隐秘的、比较市区的、比较那个郊区的部分会有隐秘的部分，成品部分就已经132公斤，那包括一些制成的半成品，还有一些制毒的工具，我们就会并把它扩案侦办。警方表示，这摆总共查到3级毒品的成品甲半成品，计共250公斤，市价约5亿。警方指出，嫌犯可能是因为旧历过年你要到啊，想要赶出货，才会做大量的毒品。正常的话，他们不会在那么大胆的在外面就在铺晒一些毒品哦。这部分比较特殊，是因为他可能大量想说把利用这个快过年期间哦，制造大量毒品来获利哦。新竹市长高虹安是特别发破案奖金，感谢警方的辛苦。若无这批毒品准讲流入市面上，后果恐惊会真严重。感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尤其在第3分局的这个部分能够来帮我们守护我们新竹市的治安，那也防止这样子一个这么大量的毒品流入到竹苗地区来危害市民朋友的这个安全。警方除了在毒品工厂掠到一名姓陈的嫌犯以外，目前也已经掌握幕后做毒集团的身份，专案当咧扩大侦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